播放清单有自己建立的播放清单，已经建立的播放清单有将近800项了。然后这个是看人家的网站、人家的频道的播放清单，然后存起来，再按下去还有很多呢，内容很多呢，还有各个名校、大学的、哈，这个开放课程，累积很多的资源，那个叫做储存的播放清单，储存的播放清单，在教学方面的，但是教历史的要小心了。有人提到说要看干净世界，可以到 Google Play 商店下载干净世界城市，干净世界那个频道也有频道，那看干净世界里面有关历史的教学，都是比较正向的，维护中华传统文化的。但是中国大陆的有些历史学者讲的可能是违反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的了。有一些的翻案了，把那个古代的忠臣的那翻案了，把比优秀的那个形象地位的很多被改变了，要小心这个了。